我说一只玉米啊，几束环杯，几束。几岁，我说一只玉米啊，岁，跟我完定。我说一只玉米啊，我讲几岁环杯，对哦。我说一只手表啊，我讲一块手表啊，蛋，一块，表啊，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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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啊，一块表啊，你一块表啊，一块表啊，一粒，一点，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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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表啊，迄粒表啊，一粒，老师粒，这条表啊，因为普通以前手表是拢爱一块咧卖，所以变一块手表。好笑哦。对，恁囝较高啦，你做老母的高看成高看价，阿囝，阿母对不起你哈，一块哦。对手表。对，啊，即摆有人拢会讲啊，你粒表啊，偌济买啊？哦，因为变做控酸啊，哦，迄无共较诶。贵的，一粒酸啊，安尼你厉害，你厉害。来，过来喽。我说一杯茶呀，我讲一杯茶啊，蛋，诶，是要一凹啊，要一杯？一杯较直讲啦，订一杯茶互你，一杯是较直接啦吼。老师凹嘛会使嘛吼。看后大细地，咱咧啉茶，迄较细地，所以讲一块迄个一杯。有个若讲啉滚水，迄爱啉一凹。一凹，嘿，哦，所以伊昨人讲茶凹啊，茶凹对。嘿，对不对？我说一只眼睛啊，我讲一支目睭，鸡，一只眼你把这算鸡诶？一支目睭，我说一只眼睛啊，我讲一蕊目睭，一蕊，一蕊目目睭算蕊的哦，大家会记。甲花共款，对，一蕊花，一蕊目睭，安尼，你目睭安尼，哦，这个水干呢，迄个无好看。怪怪诶，我向去想着，咱都讲一蕊花，一蕊目睭，对，是安怎咱讲蕊，这个单位咱讲蕊，诶，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当然无可能知影。一蕊，唔知呢唔，知老师因为花安怎？写去开，要写进前爱先开花，嘿，啊你目睭咧，透早定时嘛是爱开，所以一蕊目睭、一蕊花，拢是代表有啥物动作？开，伊会开。所以嘛会使讲一粒啦，目睭啦，一蕊目睭。除非是你目睭叫哦，安尼碰过的片啊，敢会使讲一蕊片碰过的，因为嘛是会使开。片算鸡的啦。哦，一支片啊。哦，完了这里，我说一串香蕉啊，我讲一站金蕉，一站，鼻吧，鼻，一鼻，一鼻，哎，无人咧讲一罐香蕉的啦，哦，金蕉足复杂呢，复杂，规个生出来迄个叫做啥？一罐，一斤。金蕉生出来，因为本来叫金蕉，因为金蕉形成就啥斤嘛，公斤的公，一斤，所以规个迄叫一斤。啊，咱甲切起来变做啥？一鼻。啊，那一根香蕉咧，一眼，啊，话讲一粒金蕉，一条金蕉，一眼金蕉，嘿，所以金蕉足复杂的。想不到我食物这复杂，因为老人当然爱食这种复杂的物件。感恩哦，我讲话哦，会记啊哈。哦，会记。我说一串香蕉啊，我讲一鼻金蕉啊，一比你是生黑的哈，好鬼好的。哎呀，我说一枚戒指啊，我讲一颗手指。哦，我这大量。我头拄是想的啦，因为迄讲汤箍嘛、木箍嘛，啊，木箍，手指一定是算粒一个，无啦，卡啦，一卡，啊，和皮箱共款，有关，有关角落的心情。完蛋最后，我说一坨屎啊，我讲一不晒。这是老。我说一炷香啊，我讲一张香，香爱算长诶，张，为什么长？
一张，一斤，不是一斤，无人讲一支的啦，算长。是啊，咱香会算一张两张，手表身影有3张。这为咩更加新名来的不比？为咩我香算长的？你问我，我要问啥啊？以前吼嘛是有人叫鸡啦，即马大多数用的人拢是用长，而且拜拜拢不是3张，3张就是包括天地人三才，天机道、地味道、甲人间道，所以咱去拜拜是要用长。咱看，咱讲迄地藏、树藏、花藏，拢会安那？像迄地藏，伊种了会豆豆发出来，发作旺，对不对？像讲地藏、树藏，哦，咱发作旺，所以咱咧拜拜时阵插3张，就望讲咱神明祖先甲咱保庇，后摆咱这家伙拢会安那？会发，会发，所以你一张足大张。开机算hiệu，哎，开机算hiệu，你若遮尔牛，無啦，接你的話語對，我變到愈來愈發展安尼啦，所以有發迄種藝術伫遐啦。感謝你嘅老師介紹，我說一棵樹啊。我講一粒樹啊，一張，嘛是一張啊，真的是一張哦。樹嘛是算長的啊。哦，我講一張。對，拄個老師在介紹了呢，有無？迄手機踩落去，伊開機算有。哦，張。所以這是唔是同款意思？對，生機發，生傳出去嘛。對嘛。生機發條。我說一個紙箱啊。我講一個。抓熊啊！剩。哎，纸箱怎麼講？抓熊啊！抓熊啊！哦，我講一個抓。一個抓。你使講一卡嗎？就是一卡。一卡抓熊。一卡抓熊啊！一卡抓熊。一卡抓熊啊！迄個有內底底物件攏使算卡，一卡皮箱。哦，一卡皮箱。恁兜的厝就一卡厝。哎，那也怪怪。我别讲的啦。我说一个皮箱啊，我说一个纸箱啊。我讲一卡皮箱，我讲一卡抓熊啊。我说一个茶壶啊。我讲一只地瓜啊。一只地瓜。一支地瓜。一支地瓜。哦，一支地瓜。哦。我说一座佛像啊。那都是我啊。你要领钱啊！我说一座佛像啊。我讲一，哎，对，我想讲一张，我给你搞记了。啊，一尊，哎，等一尊。无你讲神明好，你讲神明好啦。一尊神明，安尼会使。一尊神明。对，一尊神明的。我说一根火柴啊。我讲，一支番仔花。这简单的代志，莫搁搞一通气落啊。我说一张床啊。我讲一个城，名城，唔对。名城安那算？名城安那算？一张名城。一张名城哦！我说一张椅子啊！我讲一块椅啊！一块椅啊！一条椅啊，拢会使。只椅啊，好拢会使。一条。因为伊知椅啊，话是迄长长的。医疗。我说一块田呐。我讲一个蚕注意哦，蚕啊什么？也会长起来吧？一张床。少年啊，一定爱晓。什么人讲？唔是啦，蚕剩枯的啦。老师，一枯蚕。啊那恁兜靠起来，阮兜有一架蚕。哦，无怪你。恁兜好起来，蚕条啊。我说一盏灯啊。我讲一拍灯啊。对。我一拍就无简单。所以灯怪怪呢。我说一节甘蔗。我讲一张甘蔗。一节。一节甘蔗。一节甘蔗。一节。一节嘛。我都要丢啊！不是啊！你多都丢。
一扎啦，一扎咯，嘿啦，一哎呦，我比我阿公更哦，迄甘蔗嘛，看你长短啦。啊，那规支长长，咱就讲一支甘蔗。啊，那甲贵中甲摇落去变一锅。一过，嘿，啊，那有时咱像头讲的一节，搁较短淡薄啊。啊，那中秋节8月15要拜月娘嘛吼，咱就讲一ham，就是讲迄节甲节中吼，啊剁掉嘿叫一ham来拜月娘嘛，迄叫一ham，所以甘蔗这较复杂啦。搁一条刀拜托。哈，较简单的啦。较简单的啊。嘿，我说一叠钞票。这无简单啊。这就简单的啊，你大家上爱的，这更重要。但是，啊你安尼一叠，都几百万。哇，一张，我你比想的足多哦。一张，一塔，哎，我捌听过一季。一季是安尼，一季是10万，一季哦，啊嘛人讲一本20万，啊那一塔，这个叫一塔，哦，嘿100万一塔，哦你塔银票敢若袂少，所以钞票叫银票，古早时代用迄个银票咧往来叫银票，系啊，老师我安尼解释对无？一支一塔，啊个较悬的，一通，哦，这一通。碰哥的主持费的，嘿对，碰哥主持费是一通，啊，咱领的是一张，差你遮呢尔。我的主持费一通，无够拢互你补。制作人你啊，你看去找伊。讲笑啦。